我記得有一個女仔非常勇敢，第一次去學獨木舟。雖然咧中間有好多困難都好啦，但係最後都克服咗唔同嘅難關。去到長大咗之後，都希望再有機會去試獨木舟呢個運動。我記得今日有好多唔同嘅人咧，分享佢哋細個玩嘅一啲玩意啦，有啲係靜態啲嘅，有啲咧就係好多喐動嘅。我記得以前嘅小朋友咧係唔使好似而家咁樣提倡做啲咩運動嘅，會好自動自覺咧就會去做運動㗎啦。我記得有一架經常喺水渠裏邊翻車倒轉奔跑奔馳嘅四驅車。我記得有一個屋企好 treasure 自己嘅小朋友，爸爸就專責同囡囡玩，而媽媽咧就好努力咁樣為屋企打掂一切事務，非常溫暖。我記得咧有四姊妹，每到冬天咧都好期待有金食同埋有金皮可以玩嘅。我記得有個朋友細個咧就會同佢姐姐一齊喺屋企度玩香港小姐，咁就可以着人哋啲高踭鞋啦，又可以攞媽媽嘅藤條雞毛掃嚟扮權杖。我仲記得足球係一個男仔嘅一個非常珍貴嘅一樣嘢，要保護佢。可能啲敵人會喺周圍度突然間出現，但係佢都要好好咁樣去保護呢一個珍貴嘅足球。我記得咧有好多朋友諗翻佢哋細個玩過嘅遊戲咧，都會露出一個好懷念嘅笑容嘅。我記得會有一個細路女啦，就會同佢隔離屋咁樣玩下啲槍戰，結果咧就變成一個好朋友。我記得有個小朋友咧係逢放假先至可以出去同一班朋友去玩麻鷹捉雞仔同埋糖絲豆。我記得喺2025年11月23日呢個下午，我哋一齊好溫馨咁樣度過咗一個充滿住趣味、充滿住回憶嘅遊戲當年情。再一次多謝晒咁多位。